巨蟹、天蠍、雙魚座，如果你最近覺得好混亂又心煩，其實唔係你有咩問題，係因為天王星入咗雙子座，資訊變得多，節奏變得好快。對於你哋水象星座嚟講呢，呢個世界變得好亂好煩，你會開始懷疑自己，甚至有啲迷失。咁嚟緊呢7年會點呢？巨蟹座，你總係會有一份焦慮不安感，對於呢個世界，對於人生，好似覺得好迷茫。但呢個唔一定係壞事喎，因為你會開始尋找心靈上面嘅答案，去做下冥想靜心，甚至乎身心靈玄學嘅嘢，會幫你打開另一個世界，甚至乎會變成你一條新嘅出路。天蠍座朋友，你就要小心財務嘅問題，投資合作，甚至乎同屋企人有關嘅錢，都會有機會出現突發嘅變動。最重要要面對同埋處理，拖得越耐，問題就會越嚟越大。雙魚座朋友，嚟緊呢7年，你嘅屋企會開始變得流動，搬屋轉環境，甚至乎去唔同地方生活都會變成常態。但係唔需要抗拒嘅，因為下一個地方好可能就係你人生新嘅開始。所以水象星座呢，其實你哋係唔需要擔心跟唔上呢個 AI 嘅時代，反而你哋有獨特嘅直覺、創意同埋人情味，喺呢個時代係好有需求嘅能力，可以幫你哋去突出自己。其實你哋嘅運勢呢，我仲未講晒嘅。關於天王星進入雙子座嚟緊呢7年，我幫12星座做咗個詳細分析，完整版喺YouTube。想知你嘅星座會點？留言 UR 我會 send 俾你。